课有没有认真听课，关某都看在眼里。你们的师父济公，处处都护着你们，舍不得骂你们，没关系。再教再学，再教。有没有想过还有多少时间？不要以为都没人知，再接不断的来。你们有好好省思过吗？省思。还是只是在看戏？还是以为终究会过？业欠了多少？还掉了多少？你们的心真的有在修吗？来了佛堂3个假，我有来，我有到的心态吗？还是真的为众生，为众生，为修行？为修行。现在的修行人，真的明白一指超生降道的意义吗？既佛都舍不得骂你们，那就关某来讲讲你们白羊弟子。身为白羊弟子的身份，得了道，还不好好珍惜？问问你们自己，是在修什么？在悟什么？在改什么？在付出什么？老母娘在等着大家回去，看看你们自己，可知上天的用意。不要来到佛堂还在吵吵闹闹，庄严神圣的老母坛，这么吵，也不约束自己。上面在上课，底下在讲电话、聊天、看手机，你们来做什么？这叫听课吗？这叫修行吗？不要以为我有来就好，那就枉费逢道的因缘。拜在济公门下，是你们累世累劫多好的因缘，多疼你们，多舍不得你们。求了道之后，有没有真的想过、改过、反省、检讨自我的言行举止？还是只是检讨别人？来到了佛堂，收复自己的心性，战战兢兢，把自己的天职做好，才不会浪费来佛堂的时间。不要把我放得这么重，我执太重，会改不了自我的脾气毛病。忠义精神那个精神，修道的精神，行道的精神，护持道场的精神，度众的精神，无我的精神，修道无我才是真的我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关某灵坛，你们都很惶恐严谨，关某没来，难道就做不到了吗？不一直在佛堂，只是你们没看到而已。关某都看着你们，打起精神，修道的精神。每一个白羊弟子都有责任承担使命。身为济公的弟子，普渡三曹的责任，每一位都有责任。要明白坛主讲师之天职，办事人员讲员之天职。担任点传师，就要带领后学们走上正道，不是旁门左道。讲师、坛主也一样，理路不正确，会有多少众生流浪生死？
先天走上后天的白羊弟子有多少？认理不清，带走了多少白羊弟子？心道清不明道理，要讲要说要劝，是要怪道场，还是要怪个人？刚求道，懂多少？没人讲，怎么能知？求道后，三宝要记，谨记在心方可回天，不要蛮不在乎。切记，关某今天所说的话，找不